南美洲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机场发生歹徒要抢运现金飞机的事件，一个机场的警卫甲一个歹徒伫枪战当中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顶个月底，希腊2只火车相撞，造成57个人死亡。这场悲剧引起民众抗议，总是有超过65000人就地示威。因认为政府长期的债务危机，和铁路无法度好好管理，才会出意外，要求总理都要落台负责。纽布寮拍婆仔发口号，拒绝做后一个受害者。伊来发生列车对撞的事故已经超过1礼拜，群众的愤怒是愈来愈大。几万人车爬是来到首都雅典第2大城蒂萨隆尼基等等75个城镇，大家都是钱甲袂顶袂动。民众批评讲，伊拉已经有10档的债务危机，造成铁路管理甲真歹，欠投资嘛欠人力，这是事故会发生真正的原因。因讲总理米佐塔基斯应该要辞职落台。We're going to be here until things change and until we see a better future for ourselves and for our children, because we are the youth of this country and we're not going to stop. We cannot forget this tragedy that happened to our country, and we will fight to find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at. 希腊2019年以来规模上大的街头抗争，警方估计全国有超过65000个人来参加，大多数拢是大学生。抗议的期间，一股较激动的民众是向警察弹石头和汽油弹，警方是发射催泪弹来回击。规个街仔路拢蓬蓬烟，路面是真紧张，冲突是一直到暗时，群众一直徛伫街仔路，无愿意离开。第同一天，希腊的公务员，佮有各行各业的几千人嘛发起罢工、声援抗议的活动。雅典一寡捷运站入口拢关起来，涂骹是放悼念罹难者的花。米佐塔基斯政府进前因为非法使用干电软体来监控民众防质疑，即摆佮发生列车对撞，受到来因伫大选恐惊要面对考战。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从3月7日国际妇女节，世界侪侪所在拢有女性行上街路，抗议女性的权利行倒退。希望要争取平等的待遇，希望讲莫阁有性别暴力甲歧视的状况出现。不过，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堡妇女节的示威却是去互政府禁止，警方甚至用催泪甲树赶人。虽然伊斯坦堡当局连续第2年禁止3月7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伫市中心的大游行，各将地铁站关起来，争取平权的示威者依然准时组织。2点钟的活动了后，镇暴警察开始用催泪甲疏赶人，真侪人被抓，群众也甲镇暴警察发生冲突。佮大声喊：“阮的嘴袂合起来，阮袂惊，阮也袂屈服。” Burada devlete karşı öfkemizi, kadın cinayetlerindeki sorumsuzluklarını ifade etmeye, bunu ifşa etmeye geldik. Burada hem aynı zamanda depremde kaybettiklerimiz için hem kadın cinayetleri için 土耳其5月就要大选，强人总统埃尔多安面临空前挑战。以后土耳其退出保护妇女免受家暴的伊斯坦堡条约。过去1年有328名女性和男性杀害，和平抗争撮合警察暴力对待落后妇女真生气。一个月进前，南部边境大地震造成5万多人死亡，当局包庇豆腐共款的工程，也正做妇女节抗争的议题。在欧洲为巴尔干半岛到西边伊比利半岛，妇女也拢发声。西班牙左派联合政府间通过跨性别法，废除未准甲方便跨性别者改性别登记，让妇女权运动陷入分裂。合计性行为认定的修改，也被质疑为性侵犯提供减刑的漏洞。在这时阵，传统的不平等依然存在。En el 2023 está como hace muchísimos años parada. Las mujeres siguen cobrando menos, las mujeres siguen estando en casa, tenemos inseguridad por la calle, los hombres siguen siendo machistas. 在拉丁美洲，真侪妇女穿旧恤衫，团结上街路对抗对妇女的暴力杀害、性别工资差距甲歧视。根据联合国统计，拉丁美洲平均每年发生4300多件女性遭到杀害的案件，其中墨西哥伫去年平均一天有10个妇女罹难。全球女性争取公平、安全、免受骚扰的威胁，还有真长的路要行。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泰国的法律禁止民众冒犯君主，不过互外界质疑讲是咧打击言论自由，所以有2个少年人对1月18开始绝食抗议，要求废掉侮辱王室法。不过因为咧要选举啊，嘛惊互政府掠去，所以讲这政党甲社运人士拢无啥敢応援。其實泰國嘅官方互人懷疑是咧打壓言論自由有真濟咧。昨日泰國嘅法院就判一個查甫人要關2年，原因是伊賣這垃圾仔頂懸有印一隻黃色嘅鴨。2年前，百姓爭取王室改革嘅示威，官方派水炮車鎮壓，民眾就是用官方嘅黃色鴨當嘅，所以官方就認為講黃色嘅鴨有反政府嘅企圖。鴨佫穿國王嘅衫，就是咧口舌國王，所以就甲這個查甫人判刑。除了這個咧，2021年某一個婦人人因為佇咧網絡罵王室，竟然就去互判要關43年。根據泰國人權律師協會資料，這2年來有超過200人，互人以冒犯君主起訴。為着要抗議上過頭嚴格侮辱王室法，泰國2個少年的示威者已經絕食抗議第50天，進前因為體力上過頭去送醫治療，目前人佇咧病院，不過意識也有清楚，就算講絕食的行動引起人憂心，不過因的訴求恐驚真惡咧實現。We've seen the Prime Minister stating through his spokesperson that he cares about the activists' health and he hopes they're safe, but he also said that he urges the parents to look after their children to ensure that their children don't believe or fall victim to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that kind of language has been used consistently to discredit protesters, especially young protesters. 现主是70岁泰国國王瓦吉拉隆講，甲因厝內的人受到全球算來正嚴厲的王室誹謗法的保護，10條指控卡袂着都有可能要互判15年的徒刑。不過人權團體講，這法規互人摕來壓迫公共言論。2020年到2021年，首都曼谷有真濟少年人發起抗爭運動，其中有一個訴求就是要廢除侮辱王室法。這個法條講，若是任何口舌王室成員的言論，也是講行為，攏是冒犯君主罪。對這個侮辱王室的界定是有較不三論。這條法已經成做國家壓制言論的手段。到即馬，泰國已經有超過200人因為冒犯君主罪被判刑。2021年，還佫有人被判43年的有期徒刑。這2個少年的示威者是佇個2022年參加曼谷無共的示威活動，攏是因為冒犯君主罪被綁起來。因自今年的1月18開始就絕食唔食物件，要求政黨愛支持廢除嚴厲款侮辱王室法。不過有真濟政黨到即馬還是把這個焦點放佇個5月大選頂懸，因無想要來去卡到這個敏感的問題。真濟社運人士因煩惱講，便若是加入這個抗議行動，就會違法互抓起來。意思講，這2個少年的示威者的行動，一直攏親像狗吠火車，無達到效果。公視新聞牛眼編譯。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來看日本三經新聞。日本警察廳公布去年散布兒童色情影像的案件調查，發現有4成嫌犯是未成年人。因為網絡平台愈來愈普遍，加害者就利用散布影像威嚇被害者。韓國朝鮮日報報道，日本南韓二戰徵用工賠償的爭議解決了後，美國按算趕緊推動美日韓軍事合作，增加阻擋北韓發展核武器的核保護傘協議。英國《Times》報道，英國公費醫療系統按算成立基金會，甲藥商合作推出合法的減體重藥劑，預計會有1200萬人受惠。稍後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羅西亞透早發動大規模的空襲，烏克蘭有幾多十個城市直直但警報大停電，首都幾乎嘛發生幾多陣爆炸。上尾是《華盛頓郵報》，戰爭炮甲打烏克蘭的軍隊定定欠火藥。這顯示美國生產武器的能力無夠，唔能夠應付烏克蘭的需求，恐驚是連自我防衛都有問題。來看拉丁美洲恐怖的社會治安，阿根廷卡球名稱梅西的故鄉，因為幫派槍戰流彈，造成一個11歲查某囡仔死亡。梅西因兜嘛互恐嚇，政府是加派1400人的聯邦部隊去固守。
也若是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的机场，竟然是发生歹徒照想要抢运现金飞机的事件。一个机场的警卫甲一个歹徒伫咧枪战当中死亡，即阵也阁有9个嫌犯当咧逃亡。就敢若咧播电影，光头白日竟然传出过6声枪声，这是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的班尼特兹国际机场。画面顶悬这架拉美航空的班机是对美国的迈阿密飞过来的，除了一般的货运，搁再3250万美金，合大约10亿的现金，嘛叫做歹徒抢劫的目标。根据外电因检警含看到的民众的讲法，10个火力正强的歹徒想要直接对停机坪来抢走这批现金，含机场的警卫是爆发枪战，造成一个警卫殉职，另外一个歹徒嘛掉枪死亡，其他阁有9个嫌犯在逃亡，因阁甲驶4台车拢烧掉，警方当咧全面追击。智利的隔壁国阿根廷治安恶化的问题，嘛才就即马当前的脚球名刺梅西，伊的故乡就是伫咧北部瓦巴西边界的罗萨里奥，除了厝内防威胁，3月初5因为卖毒品的伤歹，嘛造成11岁查甫囡仔麦西莫耶瑞兹掉枪死亡，这事件嘛，互政府真重视。He dispuesto el refuerzo de las fuerzas federales hasta alcanzar en esta etapa los 1.400 efectivos disponibles para la ciudad de Rosario. 但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措施并无感觉有偌好。丰台市的查某囡仔的厝内人讲，正派安全部队只是做互镜头看的。几个月以后，部队替你治安是共款歹。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抖音 TikTok 因为有治安的争议，美国政府部门已经禁止使用。国会即阵是按算推动法案，让美国全国包含民间全部拢禁止使用 TikTok。不过，全美国是有9亿人在用这款软体，甚至是改变一寡人的人生。有专家就认为讲，连民间都要全部拢禁，实在真困难。You and millions of other people might see a much lower tax refund when you file your taxes in 2022. 摩尔伫抖音平台顶悬，定系用轻松的方式为人解说，税务顶悬的疑难杂症，得到3600多万人点赞。不过，正做年收100万美金的网红进前，伊的人生不正落票。This is what's in my bank account as of today. But before I was at where I'm at today, I was here. In this picture, I am pretty much dead. 直到自家破产被赶出公股，摩尔几日摆想要结束生命，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伊无时间伫抖音顶悬找到一线生机。I was just scrolling on TikTok one day and I was like, I saw some guy talking about taxes. I'm like, I can do that. Like, I can do that. I can do that. I got this. 本来开一间小税务公司的摩尔，用影片将无聊的税务问题加做趣味，结果吸引真侪人来订，计划改变家庭人生。摩尔故事是抖音用户经验的送向之一。目前抖音伫全美国用户超过1亿，除了做网红吸引关注、创造收益，也佫较侪人固定进网络看短片，加做逐工生活的类型公司。美国政府用主案理由，下令政府部门禁用抖音，国会佫想要进一步将禁令扩大到民间，不过业界认为。全面封杀抖音真困难。It's sort of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re's been no other app like this that has reached this level of popularity that has suddenly become ban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 think practically it's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probably unlikely. 不过，有其他专家指出，美国当局拿用危害国家利益为理由禁抖音，虽民间有声音，不过并是无可能。抖音表示已经投资15亿美金进行治安管理，或是利用这个受欢迎平台收集证据。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日本福岛的核灾就要满12年啊！日本是按算上近今年的春天就要把核废水漏入大海，引起国际反对。福岛县的地司今日就强调，会监督中央把相关的对策规划和交层，避免把因福岛的名声拢拍歹了了。另外，因为核污染，福岛的米也是无啥人敢食，所以农民是把米做塑胶制品，为家己找出路。日本3亿的福岛核灾特别满12天，福岛县地司内阁夜上伫初9的台湾时间下晡1点召开实行记者会，说明福岛暂时的状况。对于记者提问讲，核废水要伫春季也是夏季排海处理方式，互县民是真歹接受，要求县地司表明态度。内阁回应会敦促中央政府要全力做好相关的对策，避免福岛佮一摆受到无法评价打击。私たちはこの12年間、風評の問題に長年苦しめられてきました。
だからこそ今回のこの ALPS 処理水の問題によって新たな風評が生ずることがないように政府は全力で取り組むべきであると強く訴えています。虽然县政府保证会尽力维护官兵甲农产品，不过已经有正调的农民反映外界对稻米有关有纪律，转型甲第一浪涨停建设工厂的业者合作，甲种出来稻仔合成制造者拜托量较低，所加容器甲餐具来开创商机。现主时，这稻米餐具已经有连锁餐厅合作使用，甚至会当制造做稻米擦角角，乘做国际机场免税商店伫卖纪念品。特连汽车生产商嘛，甲业者合作生产快闪电的购物袋啊，业者嘛毋忘借着设立工厂，创造就业的机会，替振兴复苏经济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台是唐平友。日本的道路交通法修法通过了后，对4月开始就开放自动驾驶的汽车伫咧路面走。物流机器人嘛会当驶去伫车路。总部设伫咧东京的机器人研发公司 ZMP， 2年前所生出豪华物流机器人 Deliveroo， 最近常常出现伫咧市郊的车路甲人行道做社区测试。这台红色的机器人有2对正水的大目睭，听讲伊伫咧行的时阵，若是头前有人挡着伊的路，伊的目睭就会流目屎出来。社区内面的囡仔拢对伊印象真深，也拢知影伊的名。上下电器也送一台黑白2色的物流机器人哈可布，用1点钟上悬6公里的速度伫咧路的行，卖各种点心、四小碗，也有烧的或者是冷的饮料。いいと思います。対面でも安心感は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手軽に買えるのはこういったものかなって思うので、例えば覗きに行って今いらないなってそういう欲しいものがなくっても離れやすいし。日本道路交通法修正案自4月开始生效，届时会开放 L4等级的自动驾驶汽车，也有自动配送机器人伫咧路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